啊，我当阵就免啥等啦，主要是这个原因吼。来，我来甲念一下吼。下晡3点外吼，到来阮三峡菜市仔边巷仔内的面点啊，食半暗豆。食半暗豆就是吼，咱迄个啥呢？免来讲，午晚餐啦，吼。啊，所以讲，咱内底毋讲老师啊，迄个早午餐吼，咱这么定足时间食迄个早午餐吼，啊，免来讲。咱照遮的这个讲法，咱台语就会当甲表现出来。我怎么食是毋是迄个午餐甲暗顿吼，安尼两顿做伙食吼？啊，所以咱一般会当讲哦，食半暗豆吼，食半暗豆。啊，早午餐呢？早午餐咱就讲食半早豆啊，足水的台语词啊吼，半早豆，恁甲迄个甲写一下吼，记录一下吼，半早豆。所以讲，咱台语课吼，我就是小解吼，咱这个啥，平常生活真正有伫用的吼。啊，就讲伫咱生活中国确实都是有，另外早午餐怎么个足侪人拢安尼食吼。啊，咱台语免啊水开甲讲出来吼，啊会晓来做一个活用吼，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吼。